台湾看世界，来看美国的民主党希望甲总统候选人拜登换掉的声音是愈来愈大声。讲这个众议院民主党的资深的议员，即摆主张甲拜登换掉的人是占较多数。拜登是继续伫摇摆州咧走行程，伊讲伊相信伊会得到全党的支持。 美国总统拜登初到摇摆州宾州的费城去走行程，这是伊今年第10摆去宾州邮票。Pennsylvania is a critically important state, and so I'm counting on you. Someone asked him, "Do you still have the support of the Democratic Party?" The president emphatically said, "Yes." 和拜登以外是众议院民主党的人有意见啊。Sources are saying more than a handful of top House Democrats are now calling on the president to suspend his re-election campaign. 众议院民主党领袖杰弗瑞斯初7下晡甲8位众议院的民主党党员级的人员举行视讯会议，本来敢若想要试水温，了解大选里民主党伫众议院的选情，想要到8位参加会议的党员级的议员有6个人认为讲，只要拜登若伫候选人的名单，民主党就会失去赢回众议院多数党地位的机会。主张换掉拜登的人数超过支持拜登继续参选的人数。 其中这位摇摆州宾州党员级的议员主张换掉拜登，上引起人的注意。这议员佫主张讲，即马才是换掉拜登上好的时机。这个副总统贺锦丽是上好的代替人选，敢若2个人挺拜登。召开这摆会议的杰弗瑞斯是无表态，为辩论会到即马为止，有愈来愈侪众议员表态爱拜登替选。依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上新的民意调查。 拜登输川普愈来愈侪，贺锦丽的民调虽然嘛输川普，也过伫误差范围。女性选民甲独立的选民的支持率，贺锦丽甚至赢过川普。这个结果无的确会互民主党的人更加希望以贺锦丽来代替拜登。Hello， 大家好，我是林文。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